看了这么多张图片，百态的人生，各位有什么感受？麦克风前面想1分钟好不好？他说你很自大，对不对？可以吗？什么的？百态。百态。没有那么大压力，你在焦虑的常用的话，你会用到太多。我们希望很多这些带动现在这些好，快点好。看了那么多照片啊，或者是室内百态的人生，第一类财富地位，第二类是美貌外表，对不对？第三类积极的或者是颓废的，第四类是善良或者是罪恶，这都是人生的百态。你会看到有不良、善良、做对的、做坏的、然后善良，这是外表。但你看到他是积极那个人生，还是颓废的人生？看到善良的人跟罪恶的人，这就是人间啊，人生啊，从人间看你的人生好，见怎么办？大家都不愿意谈。那老师分享一下好，对不对？前贤们大家好啊，那后学学习一下。百态的人生啊，真是感触良多啊！因为这个毕竟人生不是都能够很如意的啊，可能扮演什么富贵贫贱啊，有时候这一生虽然是男的，可能以后也可能是女的了啊，男女老幼啊，有时候是年轻的阶段，有时候可能是到了年老阶段啊，所以想到说那个八仙过海那个八仙过海那句话，我想到男女老幼啊，富贵贫贱啊，都要过这个人生的苦海啊。这到人世间啊，有的是乘愿而来，有的是因为这个因果业力的报应业力使然来到这个娑婆世界就是说苦乐都有了虽然很苦了五浊恶世的苦了但原则上还能够堪忍所以娑婆是说堪忍还能够堪受得了，忍受得了人生的种种苦难所以应该还是要比较正向，比较积极一点就想想看，男女老幼、富贵贫贱，同样都是要过人生的苦海的还有富贵可能是照那个因果报应那个因果经3世因果经来说富贵贫贱都是有它的原因还有这个后果嘛那我们今生知道了，就要能够种善因嘛还有诸恶莫作种善后行那我总希望说这个有机会求得名师指点早日参加这个学修讲办你看学古圣先贤的真理的教育能修身养性还有机会像严老师知道我们敬佩的能够培育英才，又能够帮助社会教育来帮忙做这个真理的教育说这个讲办行力行圣贤的教诲，总希望说将来行功立德还有功德回向也能够帮忙我们的祖先也能够给后代有好的榜样典范总之百态的人生，让我们想到那个生老病死，
还有想到因果报应啊，要想到说有这个三宝可得啊，要把握这个时机，希望能够早一没有求到，要早一点遇到贵人啊哈，早一点遇到贵人，祝福这个大家都有好的人生的结局啊哈，早日超脱生死轮回啊！感恩感恩，感恩，谢谢。好，根据这个刚才的四大，大部分一般的人都是很认为好的一面，不好的一面。那我们都渴望我们的孩子都是好的人生，是修身就富贵的，对不对？漂亮的，身材好的，希望他们怎么样？积极的，希望他们是善良的，对不对？当我们把这个人之间的两面分开的时候，我们希望我们的孩子追的是正面的正面。但所谓正面的正面，想起来就做得到吗？你喝掉有喝掉，不睡不用努力不睡，好，要积极的人生都需要努力的，都需要努力的，好。这里可能会有些文字什么，人生百态，起起落落曲曲折折，充满了酸甜苦辣跟悲欢离合，没有错。或许他想要追求富贵，或许他要追求美貌，或许他要追求积极的人生，或许他要追求善良的人生。不管你追求什么，你都逃不了这八辈子。对。如果我今天要追求一个富贵的人生，我离得开酸甜苦辣，我离得开悲欢离合，那我就算不信我是贫贱的一生，我就离得开酸甜苦辣、悲欢离合吗？我都离不开，对不对？所以就算我想选择光明的人生，正面的那个人生，这八个字。我们也得带酸甜苦辣悲欢离合，是吗？那因为有这个东西，我们的人生才会精彩，对，好。好，人生是一张白纸而已，不同人会写出不同的故事，你不的内容其实都是自己来写。对不对？如果是青少年，我会讲很多道理，靠那个东西让他写，你要走什么样的人生 ？OK， 你要富贵的人生吗？你要充满美貌的人生吗？你是要积极的人生吗？你是要善良的人生吗？那不管你怎么样写，这边有一个人生要活对故事，有没有活错的？有。圣诞节末总会有表示，有的是成功的典范，有的是正人错期的对象，对不对？所以你要活对很重要，让我们孩子愿意活对嘛。这也都是在耳提面命不再告诉我们的孩子而已。其实反思我们从小到大有没有提醒我们这些？有了。那大部分我们拿马尔沟通，有时有点印象，有时大部分忘记。大部分的时间我们只是忘记，我们要活对，是这样。好，那这边有想要大家看的状态好，我想要活得很富贵，我是真的很富贵。每个事情你所写的，就是你所看到的。我们要用这个来跟各位做一种醒思我们才会落入我们有限的智慧、有限的局限，用我见我执的障碍，